唔好啊，公主！傳說中，花城有一位被詛咒嘅公主。當佢發現國王被殺之後，佢嘅憤怒就令人鬼大神賜予佢毀滅性嘅力量。為咗報復叛徒，一夜之間，花城嘅白晝變成黑夜，城入面所有嘅花全部枯萎。後來，每一個人都叫佢做鬼公主。喺佢失蹤之後冇幾耐，花城就被攻陷啦。之後就冇人再見過鬼公主，而冇咗鬼公主嘅花城就變成而家嘅小麥村。